咱感谢子云伫欢迎的报道，刷来要看过年要到你的年菜敢准备好啊？有的人咧烦恼即摆要买啥？来大家报，咱看咱即个现场即个画面，包括啥物红金米糕、猪仔鞭仔骨、石斑、佛跳墙，1万块以内拢有法度买到全套的。你若无介意，咱搁看后一间吼，包括即个鸭肉米糕啊、乌骨鸡汤啊、甲几盘大白虾啊。6项菜无到2000块，甚至佫有较俗的第5菜市啊内底啊，一盘无到100块，所以看你要开偌济，拢会当有真好食的年菜。这起时啊，第5市场这一间老店生意强滚，有人客来就直接赶走吃大堆。还蛮平价的啦，蛮便宜的，可以买回去试试看。买了好几年了嘛，老板很佛心啊，很佛心。真济菜色，敢若卖100，搁有游戏组合，亲像摇头猪脚、佛跳墙、蚵仔、排骨酥、古早味头肉菜、鱼皮白菜肉、煎红烧肉、飞机排、综合鱼丸啊、甜不辣等等，拢总10项菜15块够走。业者讲实在甲旧年比，成本加一成，毋过嘛是照旧年继续来买。就要互民众会用讲，开较少钱的，就来过一个好年安尼。所以咱摆年菜迄10项共款无起价。5000块的年菜，一道唔免2000啦。除了菜市仔卖年菜组合，伫咧网络定开直播卖海鲜的业者，嘛推出组合，除了鸭肉米糕、乌骨鸡汤，搁有白虾呀，拢总6项菜免2000。总共加起来差不多7000多份了。如果一个家庭来跟5、6个人，就算很多了啦。你太大煮的年菜哈，可能会吃不完。另外，想要食较澎湃年菜，台中这间婚宴会馆无伫咧卖年菜组合，亲像红前米糕、猪排、石斑鱼含佛跳墙等等6项菜，搁有冷盘免1万到底买。规日过年伫要到，做食开始伫咧动脑筋，要来抢年菜商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